信仰的黎明，初期教會歷史品讀，陳曉琪。二、品讀，既是神學，也是靈修。若說教會歷史是一面鏡子，那麼品讀的藝術便在於我們如何溫柔地拭去其上的塵埃。我們不只是在鏡中看見過去的容顏，更是在那些斑駁的倒影裏閉見了當下與永恆。正如神學家卡爾亨利所提醒，神學與歷史從來都不是兩條平行的鐵軌，而是交織的血脈。理解歷史是為了讓真理有血有肉，這不單是知識的累積，也是神學思考與靈性操練。我們讀史，首先是為了學會聆聽。在歷史的舞台上，人類的喧囂從未止息，帝國的戰車聲、市長的叫賣聲、權力的低語聲，交織成一片嘈雜的背景。但在這一切之上，有一深沉堅定的頻率始終貫穿其中，那是上帝的旨意。當初期教會在羅馬鐵蹄的縫隙中艱難求生，卻依然像野草般瘋長時，我們看見了那雙看不見的手在護理。特土良那句殉道者的鮮血是教會的種子，不僅是對受難者的挽歌，更是一種屬靈洞見。迫害非但沒有斬斷根系，反而是鮮血澆灌出了更豐盛的生命。同樣，當異端的浪潮試圖衝垮真理的堤壩時，我們看見聖靈如何引導教會在迷霧中錨定方向。尼西亞與加克敦的會議不僅是主教的辯論場，也是真理被煉淨的過程。當我們讀到信徒在瘟疫中擁抱垂死者，在困乏中分享僅有的麵包，我們讀到的不是枯燥的史料，而是一部活生生的啟示錄。每一頁歷史都有上帝的屬性，他的信實、公義與慈愛，在時間中留下的指紋。品讀歷史也是對自我屬靈生命的詰問。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因果羅列，而是由無數個選擇堆疊而成的。站在那些生死的轉捩點上，我們不禁要問，是什麼力量讓他們甘願走向獅子坑？是怎樣的盼望讓死亡變得輕如鴻毛？面對異端的衝擊，他們是如何在聖經的磐石上分辨出真理的微光？面對政權與信仰的拉扯，他們又是如何在聖潔與現實的鋼索上保持平衡？這些問題不只屬於過去，也屬於當下。當我們讀到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對罪與恩典的剖析，那不僅是他個人的懺悔，也是整個人類對自身幽暗的深層省思。歷史是一面後視鏡，讓我們在面對今日的社會變遷、信仰世俗化與真理模糊時，能從前人的傷痕與冠冕中吸取智慧。我們再問，如果換作是我會如何選擇呢？這種深度的思考最終會引導我們走向共情，這要求我們脫去現代人的傲慢，赤腳走進歷史的現場，不輕率地評斷，而是帶着理解與同情去觸摸教會當年的掙扎。我們將歷史的經驗與聖經的真理重疊，於是閱讀成了一種靈性塑造。我們從聖徒的堅韌中學會了忍耐，
從他們的愛中學會了捨己，甚至從他們的錯誤與軟弱中學會了謙卑。正如奧古斯丁那句千古絕唱：主啊，你為你自己創造了我們的心得不到安寧，直到安息在你裏面。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, O Lord, and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sts in you。這份對上帝的終極追尋，是貫穿2000年教會歷史的主旋律，也是我們今日讀史的終極迴響。歷史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一位充滿生命力的導師。每一次翻閱都是一場古今生命的對話，每一次凝視都是為了在時間的盡頭更清楚地認出上帝，也認出我們自己。